Hello，大家好，又係我高 B 哥啊！係時間提醒大家飲水啦，增添智慧，增添水分，智慧如水啊！好啦，喺度下 like 先啦。高 B 哥咧把聲咧仲係未幾舒服，好痕啊個喉嚨，所以咧大家嘅 like 咧帶俾我一啲動力，喺度下 like 先嚇。另外咧，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咧將嗰個留言啊嚇留多幾隻字，唔好咧成日留3、4、5隻字啊，最好可以留到大約15隻字樓上。咁啊嗰啲咁嘅圖案啊，嗰啲 emoji 啊嗰啲咧就唔計㗎，心心啊跟住咧又好似開嗰個即係一個總之 emoji 就唔計啦嚇。咁總之咧可以咧就留15個字。OK， 好啦，喂，咁啊講翻畫面呢個話題，即係有陣時咧做人都係一樣，自大就因為自卑。所以咧，成日咧喺度咧，哇巴啦巴啦喺度咧吹牛啊，吹到上天嗰啲啊。其實好多時候咧，都係因為佢本來咧就係自卑，或者叫做唔夠底氣啊，兩樣都有啊，唔夠底氣又有，自卑又有。咁啊，呢1、2、3年咧，不停咧，呢個美國就帶埋佢嗰班嘅盟友咧，成日就喺度講就話咧，中國咧喺度做緊個戰略擴張。咁啊又話中國咧嗰啲武器又好犀利啊，咁啊跟住咧又話危害到佢哋啊，唔知咧即係大家相距咧，即係109700里，係咪都唔知點樣咧可以傷害到佢？咁啊所以咧反而調翻轉啊，到今日為止咧，我哋都仲係成日聽到咧，無論係美國啦，又或者嗰班嘅所謂盟友啦，經常性咧特登咧過嚟咧呢個南海同埋台海咧喺度搞事啊，就話所謂咧宣示嘅主權，又或者咧咩維護啊國際航行咁噶。咁啊呢幾日咧不停出咧就話咧，美國啲戰機嚟到嘅時候咧，原來咧就俾我哋中國啲戰機咧已經趕走咗好多次啦。咁啊英國咧嗰啲咁嘅所謂叫做軍艦啊，經過台海嘅時候，甚至乎咧就俾我哋鎖定咗，無疑咧喺度打擊。咁呢一切咧，其實已經話咗俾你聽，其實咧美國或者咧其他盟友咧，你就唔使測試噶啦。我已經喺2、3年前同大家講咗，喺中國嘅家門口嗱，我好強調當時都係一樣咁講噶。中國嘅家門口，你哋係冇可能咧可以打得贏噶 ，OK？ 所以唔好再挑戰呢件事啦。亦都咧，我唔係好明點解，明明係人哋個家門口嚟嘅，你過嚟人哋度搞事，居然好話人哋將你趕走。喂，你唔搞事咪冇人將佢趕走咯？你好地地做一個國際航行嘅入到去咧，我哋咧嗰個國際空域或者去到附近嘅時候，同我哋通報聲講聲，咁咪冇嘢咯。但係你唔係，你故意挑釁，即係咧我而家撩你打，係咪？我特登溜你打，跟住咧你而家還手啦，我就有冇搞錯？你做咩還手啊？咁樣。喂，你撩人先噶嘛？我哋有句説話講叫先撩者賤，打死無怨，係咪？雖然而家呢個年代咧都冇話先撩者賤，打死無怨噶啦，但係頭一句先撩者賤都仲係喺度嘅。邊個叫你係要撩人哋啫？咁所以咧冇辦法啦。咁但係實際原因係咩啊？實際原因我哋就遲2年先知啫。唔通你認為美國嘅5角大樓而家先知道中國嗰個厲害咩？你諗下。而家公佈啊，話我哋嗰個殲16趕走人哋嘅 F22或者 F35啊，喺一個鯉魚翻身啊，一個大關鬥就喺嗰度咧，開頭咧就俾人哋咧就反佔我哋個優勢位置嘅，居然咧去翻後邊一架嘅戰機就咧即時咧火控雷達就鎖定咗2架噶，咁啊當時趕走咗啦，係咪？呢啲已經舊年嘅事嚟㗎啦，所以5角大樓梗係好清楚啊，呢個中國咧。嗰個嘅能力去到邊啊？啱唔啱啊？好啦，喂，咁啊，而家咧其實咧不停喺度叫囂，係為咗咩咧？係為咗咧喺度吹口哨咧就壯膽，喺度咧就做咩咧？就希望咧就靠大聲、靠惡，跟住咧就叫你唔好做。點解啊？因為我要做啊，因為我要自己戰略收縮啊，所以你唔好戰略擴張啊。咁啊留空咗佢咪算咯，總之我啊點都縮㗎啦 ，OK？ 咁啊你就唔好擴張。嗱，日經新聞喺10月5號嘅咧就報導，就話美國政府咧即將咧喺呢個10月公佈新嘅國家防務報告㗎。而據稱呢個新嘅國家防務報告咧係會將呢個保衛美國本土置於優先嘅位置嘅。嗱，呢個咧係冷戰之後美國嘅國家安全戰略嘅首次重大轉變嚟㗎。
而呢個咧應該咧係同中國嘅軍事嚇阻嘅戰略咧係有直接嘅關係㗎。嗱，據報道呢個特朗普政府咧將喺呢個10月就公布咧關於國家防務嘅報告㗎，而可能咧係預示咗咧美國嘅防務優先咧嘅事項將會出現一個重大嘅轉變噃。嗱，根據報道就話，五角大樓咧已經喺呢個8月底完成咗新嘅戰略草案㗎啦，而目前正係處喺咧政府內部嘅傳閱嗰度㗎。而草案咧據稱將呢個保衛美國本土置於優先地位，而非係聚焦對抗北京同埋莫斯科嘅等等主要對手㗎。好啦，嗱，呢一個嘅消息應當咧係準確嘅，因為喺1個月之前咧就已經有報道講到，就話呢個美國嘅新版嘅國家安全戰略咧嘅草案之中，可能咧係會對所謂叫做戰略優先級咧進行一個調整。新版嘅戰略咧將會喺本土防禦同埋西半球安全咧置喺更加突出嘅位置㗎。但係並未放棄咧要對中國視為主要嘅戰略競爭對手嘅。而亦都有報道就講到，就話喺不久前嘅呢個戰爭部長哈格薩斯咧去召回翻海外所有駐軍嘅指揮官開呢個緊急會議嘅時候亦都宣布咗係將呢個國防戰略重心轉向係本土同埋西半球㗎，並且係要求軍隊進行相應嘅改革添。好啦，日前對於哈格薩斯召回翻海外所有嘅駐軍指揮官去開呢個緊急會議一事好多都係集中報導嘅係咩呢？就話哈格薩斯為咗整頓呢個軍紀又或者推動呢個軍隊嘅改革，可以話忽略咗佢喺軍裏邊宣佈美國國家安全戰略轉變呢個嘅重要事項㗎。咁好啦，整頓嘅軍紀又好啦，或者軍隊要去改革亦都好啦。咁絕對係唔會優先攞海外嘅駐軍嚟到開刀嘅，而應當係以本土嘅軍隊為主㗎嘛。召回緊急咁樣召回海外嘅駐軍將領，肯定係同目前整個嘅世界局勢係有關係㗎。而家證實咗係咩呢？證實咗嘅就係美國新版嘅國家安全戰略係將會對戰略優先級進行一個重大嘅調整㗎。亦即係話以本土作為優先為主㗎。咁跟住海外嘅駐軍部署必然就會係要首先咁樣進行一個重大嘅調整。喺呢個正式公佈之前向海外嘅駐軍吹一吹風先。呢個亦都可以係完全喺情理之中㗎。程序上邊亦都係可以講係合乎邏輯嘅噃。全球嘅軍事干預軍事嘅威脅以及係先發制人去打擊呢個一直都係美國安全戰略又或者行動嘅宗旨嚟㗎。美國人早已經係自封為世界警察㗎啦。好啦，美軍嘅全球性軍事干預政策主要嘅目的就係將美國嘅一切安全隱患消除喺海外，即係佢美國嘅本土係唔能夠受到任何嚟自海外嘅威脅或者威脅㗎。咁冷戰之後艾森豪威爾政府佢嘅國家安全戰略係咩呢？係一個大規模嘅報復戰略嚟㗎。呢個應當係屬於完全嘅防禦性安全戰略。而隨住冷戰又或者係美蘇爭霸嘅激烈進行啦，美國內部就係認為呢一個嘅戰略係缺乏咗靈活性嘅。呢個就係要求要對呢個戰略嘅模式進行一個調整㗎。去到1959年時任美軍嘅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四星上將馬克斯韋爾泰勒就提出咗2個半戰爭嘅一個戰略。就話以應對嗰陣時冷戰期間美蘇對峙嘅一個局勢㗎。嗰個戰略要求美國要具備同時喺歐洲同埋亞洲都各打一場大規模嘅常規戰爭，並且喺其他嘅地方嗰度應對一場局部嘅衝突，稱之為半個戰爭嘅一個能力㗎。即係同時間可以喺亞洲同埋喺歐洲都要打一場大規模嘅常規戰爭OK， 咁好啦，呢個2個半戰爭嘅戰略其實坦白講，今時今日睇美國已經係不具備，係不no具備呢個嘅能力㗎啦。好啦，
咁啊，儘管後嚟呢個兩個半戰爭嘅戰略咧被調整為兩個戰爭，但係前總統拜登仍然想突出強調就話美國可以同時支持打贏呢個烏克蘭同埋中東戰爭嘅同時仲能夠應對到亞太地區可能爆發嘅戰爭㗎。嗱，呢個先有咗當時所提出嘅所謂亞太盟友嘅一個鐵一般嘅安全承諾嘅。好啦，如今呢個五角大樓所提出嘅係以美國本土為戰略優先級。呢個實際上亦都就係話早期嘅一個大規模嘅報復戰略，亦即係咁講特朗普政府要進行一個戰略收縮，又或者叫做回調㗎。雖然就係話咩呢？就係話呢個應當首先同目前整個世界嘅局勢變化係有關。但係關鍵嘅因素顯然係同中國近排近一段嘅時間特別係喺度講關於93大閱兵集中亮相咗一啲領先世界嘅武器裝備係有莫大嘅關係㗎。自從舊年嘅年底呢個珠海航展以嚟中國係不斷咁樣亮相各種領先世界嘅先進武器裝備，同埋一啲重大嘅戰略級概念武器㗎。包括咗最新出現嘅6代機啦，係咪有唔同嘅6代機啦？最新嘅航母啦，亦都有寬域空間飛行器，仲有嘅係無人機嘅母艦同埋無人艦艇或者叫潛艇都係㗎，無人嘅潛艇都有㗎嚇。仲有另外有東風系列裏邊嘅東風61啦、東風5C 啦，仲有驚雷啦，同埋紅旗29等等㗎。仲有嘅就係喺中國屬於3、4流嘅一個其實殲10，竟然能夠打爆法國嘅陣風。呢個唔單止係戰機性能嘅先進，係更加表明咗呢個體系化嘅作戰嘅能力取得咗非凡嘅突破㗎。好啦，基於呢個咁強大嘅一個作戰系統作戰體系嘅一個以5代機甚至乎6代機為主嘅空戰能力，亦都只能夠用恐怖呢兩個字嚟到形容㗎。呢個就係特朗普對於中國93閱兵印象深刻嘅重要原因啦。好啦，雖然就話美國喺呢個整體嘅軍力上邊比起呢個中國好似係強一啲咁樣。但係如果講到喺亞太地區之中呢個中美兩軍嘅戰力對比恐怕可能已經係逆轉咗嘅咯噃。OK， 可能係逆轉咗噶啦。咁既然視中國為美國最大嘅對手，咁樣美軍退守去呢個東太平洋一線，亦即係話完全係可以喺情理之中嘅噃。咁亦都難怪特朗普聲稱就話要將美國先進嘅潛艇嘅60% 係部署喺太平洋一線㗎。以後美軍要自由航行嘅話恐怕就只能夠去到大西洋嗰邊啦。當然啦，美國所講嘅所謂本土防禦優先，肯定亦都係包括咗整個嘅美洲大陸㗎。咁儘管美國曾經係正式咁宣布放棄佢哋嘅所謂叫做門羅主義但係其他嘅國家真係要向美洲大陸滲透嘅話美國係肯定同你死過㗎。美國之所以一直對古巴進行呢個制裁同埋封鎖，啱啱又再投咗票喺聯合國剩翻就係美國同埋呢個以色列兩個投反對票嘅啫。OK， 又係一次佢都唔知揾啲咩理由藉口夾硬仲繼續制裁呢個古巴㗎。所以呢啲真係好咁虛偽嘅。OK， 美國之所以一直對古巴進行制裁封鎖，恐怕並非係因為對呢個所謂叫共產黨國家敵意太深嘅一個原因，而係想令到全世界一直都記住當年呢個叫做古巴導彈危機㗎。亦都難怪㗎，特朗普呢一次上任啫嘛，就不斷係提出要話將加拿大拼入去美國。咁今日都有今日即係加拿大呢個總理去到特朗普又借啲意又話喂，同我哋合併啦，做成51個州啦，咁樣金窮就包埋你啦，咁樣講笑咩？真係唔係講笑喎！佢個樣係想講笑，佢梗係想啦。不過天方夜譚。無論如何，總之佢一上任不斷提話要將加拿大拼入去美國。
揚言話要收翻呢個巴拿馬運河嘅控制權㗎。而對於巴西徵收高關稅一件事，自然亦都係意在係阻止中巴合作嘅進一步加強嘅啫。最近特朗普唔單止派呢個艦隊去到威脅呢個委內瑞拉，更加係直接係斷絕咗同委內瑞拉嘅外交往來㗎。顯然呢個係意在施壓，令到委內瑞拉係要疏遠中國㗎。推動呢個結束烏克蘭戰爭面臨嘅失敗，冇辦法啦，睇嚟一定係輸㗎啦，一定係失敗㗎啦。咁所以點呢？最新特朗普似乎係對呢個烏克蘭戰爭要做出一個重大嘅調整添，忽悠俄羅斯加入呢個所謂叫反向尼克遜嘅戰略不成啊！唉，特朗普似乎又翻去拜登嗰種拱火戰爭、削弱拖垮俄羅斯嘅老路上面啦。唔單止正係喺度考慮向呢個烏克蘭提供呢個戰斧巡航導彈。仲已經係同意話美國嘅國防部同埋呢個情報機構向烏克蘭提供情報㗎，用嚟係支持呢個烏克蘭對俄羅斯境內嘅能源設施發動遠程導彈攻擊㗎。而喺歐洲對俄羅斯敵意漸濃嘅情況之下，呢個舉動亦都等同係拱火歐洲大戰㗎。至少係要同俄羅斯打一場真真正正嘅代理人戰爭嘅。特朗普強勢咁樣介入加沙呢個停火嘅事宜，顯然就係意在係減少消耗同埋係牽制㗎。能唔能夠成功咁樣係另一回事。但係特朗普亦都係當顧慮呢個對同中國啦，仲有去到同阿拉伯世界近嚟嘅合作加強添㗎。特朗普急於進行整個戰略收縮，或者可能講係話急於緩和中美喺戰略同埋軍事上面嘅矛盾，自然亦都係同佢嘅關稅貿易戰係有好大嘅關係㗎。戰略收縮即係意味住之前推動咗多年嘅印太戰略嘅放棄㗎，亦都意味住要放棄對亞太盟友嘅鐵一般嘅安全承諾啦。或者呢個特朗普仲想以用呢個嚟換取換中國喺呢個經貿上邊嘅問題嗰個一個重大嘅讓步。以軍事呢個戰略收縮去換取經貿嘅上邊一啲嘅好處咁話㗎。儘管美國要戰略退守但係可以退到邊度啦？會唔會係弱化咗喺呢個日同埋韓以及喺東南亞嘅駐軍啦？呢啲都係未知數嚟㗎。據講美國嘅官員們就仲未就亞洲防線應該劃喺邊度達成到共識嘅。而美國嘅安全專家就話啦，好多嘅現役軍官同埋國防部，仲有國務院嘅官員都支持包括日本啦、韓國啦，同埋台灣地區嘅防線佈局㗎。但係包括咗副總統曼斯在內嘅佢哋呢啲叫做反干預陣營就對於係咪應該納入韓國又或者台灣地區心存疑慮嘅噃。無論點講都好啦，美國喺呢個中國嘅家門口開戰嘅勇氣基本上係冇㗎啦。會唔會死保住日本、死保住呢個韓國、菲律賓同埋中國台灣地區呢？呢個亦都唔一定咁話，係咪？唔一定咁話㗎。咁雖然都仲係未話唔一定添但係仲有美國呢個嘅行動舉動肯定亦都會引發相關國家同埋台灣省當局嘅震驚同埋不安㗎。而最有意思嘅係咩呢？就係剛剛當選嘅呂安倍高市早苗佢日前就狂妄咁樣係聲稱話要同中國傾台灣嘅問題唔知道呢度呢一陣呢一段時間應該話仲有冇呢個膽咯？真係希望佢能夠大膽一啲㗎。咁高標哥未做嗰高市早苗嘅即係影片俾大家簡單啲講就係大家唔使睇得咁嚴重嘅。佢所有講嘅嘢都係為咗不斷做上位嘅時候做講出嚟嘅説話係啫。到實際去做嘅時候行唔通㗎。因為點解呢？都係講嗰句，做議員嘅時候你唔夠大膽，你點上位啊？但係到你真真正正坐喺度做坐館嘅時候你咁大膽就只會令到自己或者國家都係一身蟻，係嘛？兩個角色唔同，做嘅嘢嘅行為，所有嘢都係唔同㗎。OK，
好啦，喂，咁啊繼續講翻啦嚇。咁啊，除咗講呢個咧高市早苗之外，佢仲有講噶。其實啦，特朗普啊呢個時候啊進行一個戰略收縮係有一個好處噶，就係咩呢？就係有利於佢咧通過關稅戰去收割佢哋嘅盟友國家。或者啊呢個亦都係佢最重要嘅原因之一嚟嘅。嗱，如果啊美國真係採取一個不干預政策嘅話，咁樣啊一度啊喺度咧狗仗人勢嘅國家咧，全部咧都要心涼心驚啦。嗱，特朗普咧即係咧一路咧冇俾過嗰啲嘅所謂狗仗人勢嘅一種嘅做法俾佢哋噶，唔係諗住咧自己走出嚟吠，跟住咧美國喺後邊撐，因為美國而家對住中國自己都心驚驚啊！嗱，特別咧講翻咧係關於咧日啊、韓啊、澳啊、英啊等等呢啲盟國啊，之前咧喺度狗仗人勢，諗住咧旨在咧就係美國咧會保護佢，係咪？但係而家想到咧一個有效嘅保護嘅話咧，就一定要向美國多交呢個保護費喎。咁佢哋又縮縮地喎啊！好啊，你要我保護啊嘛，交多啲保護費啦。你睇下韓國而家幾陰公，係咪？喂，啱啱啊！美國仲話美軍基地咧，唔單止咧係咧睇住呢個北韓，仲係睇住呢個中國啊！李在明都即刻走出嚟講話唔係啊！你唔好諗住攞我哋呢個嚟到睇住中國啊！我哋俾你嘅駐軍係攞嚟睇住北韓㗎咋，中國嗰啲嘢唔關我事啊！唔好揦上身啊！佢唔驚，如果真係撩興咗，跟住美國有任何嘅動作，中國首先至滅咗韓國先咩？係咪？嗱。即係起碼咁講啦，唔係話滅咗成個韓國，滅咗韓國個美軍基地先，呢個清楚啲啊，講得 OK。好啦，咁啊講到咧特別係韓國啊，李在明咧日前仲聲稱啊，話要加速咁樣收翻咧交戰嘅指揮權㗎。啊，仲喺關稅嘅談判之中咧，採取一種強硬嘅態度。嗱，重要嘅係咩咧？就係話韓國最近啊反華嘅聲浪啊，似乎好高喎。未來點辦好咧？嗱，恐怕咧就要想啊交多啲保護費俾美國咧，美國咧都未必咧係承諾得到㗎。雖然咧就講啊西半球亦都係咧美國嘅戰略優先級，但係啊畢竟咧本土咧實在太大啦，而烏克蘭呢個局勢亦都喺度惡化，甚至乎啊歐洲大戰嘅危險咧，亦都咧係喺度升級緊㗎。喺呢個咁嘅情況之下咧，呢個歐洲人佢哋咧有獨立面對住俄羅斯嘅勇氣咩？另外啦。仲有冇心思去搞啲所謂叫戰略自主或者戰略獨立呢？恐怕呢個之後呢，喺呢個應對住烏克蘭戰爭，又或者係應對住俄羅斯，甚至乎係應對住咧中國戰略嘅問題上邊，歐洲呢亦都不得不去聽從美國嘅旨意㗎。否則嘅話，特朗普呢係真係會放棄對歐洲安全事務嘅干預㗎。從呢啲角度嚟到睇啊，放棄咗亞太。特朗普咧係可以盡情咁從歐洲等等盟國嗰度咧個身上面割肉㗎。美國顯然咧係並唔會吃虧嘅。所以戰略收縮嘅一個重要嘅目的就係更加好咁樣去收割咧歐洲等等呢啲咧發達國家嘅盟友嘅。OK， 好啦，咁文章到呢度。不過咧，高比哥咧覺得佢講嚟講去咧都喺度兜圈講咗好多咧一啲咧好大圍性嘅嘢，好 macro 層面嘅嘢，即係咧係好唔係好宏觀嘅嘢，一個好重點嘅嘢佢冇提出到。嗱，我認為咧特朗普咁耐以嚟咧，佢無論第一任，尤其是係第二任嘅任期裏邊咧，佢有好多嘢係抄緊中國㗎。嗱，我已經講咗好多次啦嚇，係抄緊中國㗎。其中一樣嘢咧就係佢認為美國而家今時今日嗰個財政行到咁惡劣，就係因為美國想做哈哈霸霸嘅時候，又不停喺度咧擺好多嘅人做好多嘅事喺外邊，使咗美國本土嘅人咧，佢哋嘅稅收咧好多錢。佢就話俾你聽，呢啲嘢根本就唔需要我哋俾嘅，我哋係惡耶嚟噶嘛。我哋唯有點樣啊？我哋唯有咧由我特朗普開始行呢個叫惡霸主義，我哋靠惡就得噶啦。OK， 我哋靠惡，我哋唔使俾錢，唔使咧俾資助，甚至乎我哋調翻轉頭係收翻錢噶，係咪？的確係特朗普而家行緊做緊嘅嘢啦，係咪？咁所以咧，佢話因為咁樣嘅收縮，我哋美國嘅財政咪能夠改善咯。大家冇印象咧，馬雲又為佢
的而且確咧喺上次咧嗰個訪問嗰度，我擺咗出嚟俾大家睇㗎啦。好多年前咧，佢係同阿克林頓做訪問，即係大家係同一個 symposium。克林頓反而咧係好似主持人咁樣㗎。佢問咗阿馬雲嘅問題，馬雲就話：喂，你哋啲錢去晒邊先得㗎？係咪過往幾多年邊啲機構賺錢？過往幾多年邊啲機構賺錢？係咪？最近佢訪問嘅時候啊，最近嗰10年全部係你哋啲Microsoft 啊、Google 啊、Yahoo 啊、Oracle 啊，全部都係喺美國大公司賺晒錢。咁但係話我好好奇啲錢去晒邊度咧？嗬？因為佢話我係一個做生意人嚟㗎嘛，永遠咧就睇 balance sheet， 啲錢喺邊度嚟，啲錢就出咗去邊度。佢話我發覺你哋個 balance sheet 咧，即係個國家嗰個收支平衡咧，啲錢都出咗去邊度咧？全部攞咗嚟打仗，全部攞咗嚟打仗。佢話你哋使咗好大量嘅錢攞嚟打仗，為咩咧？好啦，講到尾，就算你要咁樣做，佢話就係喺裏邊啊攞一部分嘅錢出嚟，使翻喺自己嘅人民身上啊。咁今時今日嘅美國係咪仲係咁樣呢？咁嗱，我絕對認為呢一下係痛擊佢哋嘅，因為當美國人聽見呢句説話嘅時候呢，佢都會諗係喎。我就算唔係攞晒所有嗰啲錢啊，我明知我美國要做惡霸惡嘢呢，我一定要喺人哋嗰度駐軍㗎啦，我一定要搞人哋㗎啦，我一定要用好多錢嚟買武器嘅裝備嗰啲㗎啦。咁但係喺裏邊攞部分錢出嚟又得唔得啊？係咪啊？馬雲呢下係痛擊佢嘅，可以咁講。咁今時今日，特朗普點解要做戰略收縮呢？其中一個情況就係睇到阿馬雲講嘅就係我哋去到周圍啊，落好多腳，又派好多人出去，佢哋有咧揮霍，跟住咧離晒譜嘅一包咁嘅螺絲啊賣9萬美元，係嘛？跟住咧福利啊好到爆，使咁多錢，長時間根本就冇打仗呢個需要，長時間都冇打仗呢個需要。我哋唔係話唔要，我哋收縮啲啫。再甚至乎講有少少呢個做法同睇法啊，就係點解話要做戰略收縮，保護翻美國個本土，係咪？點解咁做呢？真心講嗰句，我覺得五角大樓或者其他嗰啲好似 CSIS 呢啲咁樣嘅智庫呢，同特朗普傾完之後呢，佢心中有數就係以往我哋殺咁多個基地喺外邊，就係頭先個文章裏邊講，我哋想將個問題留咗喺海外，而唔會咧威脅我哋美國本土。自從東風系列出現之後，自從超光速導彈出現之後，自從佢哋係完全無招架之力之後，美國一定要做翻啲嘢嚟保護翻美國嘅本土。呢個就係美國點解要做戰略收縮嘅其中一個好大嘅原因。第二個大嘅原因，正如我講啦，減少開支之餘，就係好簡單啫嘛，就係因為莫財咯。美國冇錢咯，所以咪要做戰略收縮咯。但係佢又要唔撩你唔得喎，唔撩你嗰個就唔係美國啦，係嘛？一個小朋友啊，一個年輕人又好乜都好啦嚇。咁啊，本來就係壞嘅，突然間變好咗，但係壞嘅基因仲藏喺度，起碼短期裏邊未改變到。咁所以點做啊？咁咪撩你係梗㗎啦。不過而家嘅問題就係大鑊咗在佢如果戰略收縮咗，但係仲要撩你嘅話呢，咁啊真係好容易擦槍走火啊！真係好容易噶，因為喂你實力唔夠啦嘛已經，咁要做啲更加出位、更加過火嘅嘢先可以撩到你噶嘛。如果唔係，喂你諗下一個6歲嘅小朋友對住一個20-30歲嘅壯年嘅年輕人，喂唔通佢撩你打交，你真係同佢打咩？係咪先？你梗係唔理佢，咁咪不停撩你咯，又撩你啊，又掃下你腳啊，又揾嘢吉你啊，揾嚟叉你啊，攞你啲嘢掉走咗去咁。到你忍唔住火起嘅時候，我一拳，你一個20幾30歲嘅男人，同埋一個得6歲嘅小朋友，你話你一拳佢會點啊？係咪先？喂唔得㗎，佢後邊有老豆老母㗎嘛，睇住㗎嘛，我哋唔可以咁樣做㗎嘛，咁咪捉你老豆老母鬧咯，叫你管下佢咯，你唔管佢就我幫你管佢咯，係嘛？其實人性都係咁樣嘅，問題就係話今時今日特朗普仲要做戰略收縮，係因為真係莫財，而相反。佢一路做收縮一路褪嘅時候，佢又好擔心中國喺度做戰略擴張喎，咁啊自然食咗佢嗰啲位喎。但係佢又知道呢個係天律嚟㗎嘛，係好自然發生嘅事嚟㗎嘛。咁所以佢咪日日出嚟打嘴炮，話你中國呢樣，話你中國嗰樣，希望其他嘅國家抗衡抗拒，唔好俾中國
去佢度咧就真係落腳咯，唔好俾佢咧喺個戰略上邊咧佔優咯。但係你認為真係得唔得啊？嗱，我睇到嘅情況就係，我覺得唔得咯，因為中國根本就唔係用戰略去，即係唔係用軍事戰略去擴展，而係中國只要繼續用翻我哋自己嘅優勢。第一，我成日強調中國14億人真係一個好大嘅國家嚟嘅咧，係咪？我成日講嘅呢個真係好大嘅國家，我哋差唔多接近全球5分1嘅人口就係我哋中國人。第二就係我哋有咁大嘅國家就有咁大嘅市場，係咪？我講咗好多次。第三，我哋仲有咁犀利嗰啲工業生產力啊、全產業鏈啊咁，我都唔逐個數啦，係咪？即係到今時今日，點解習主席同你講咧可以平視世界？因為我哋真係有好多嘢已經喺世界上面進步到咧，係我哋已經係好高水平，甚至乎係領先世界㗎啦。而家中國用緊第二步啦，第一步人多嘛，第二步市場大啊嘛，用緊市場大啦，大家觀察下啦。我自豪，因我多角度思考。晏啲再見，拜拜。